第10集放送。兔汤牵一条红线，平安倒转来，收到新明色的迎接。下落的尾流尾去互一粒圆润润的蛇头感染，一只红线蛇生做真古锥，身躯会当扭偌长就扭偌长。按保生大帝庙牵来大树爷庙的内埕，兔汤含下落大开喘袂离，长咧休喘。红线蛇的喙就来放开，直头扫入去大殿，两过普刀岩花干仔形的空巷，来到观音的眠床，伫伊的手指轻轻啊拍一个结，蛇就来越头，倒甲家己七笑的心脏位，随便甲安动动，身躯紧起来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迄是心电图，现出观音的气味。自送条甲太后看白到呾清外冬，大道公再次展现红线赞美仪式。迄是观音的气味，迄是观音的气味，要送去大道公遐赞美啊！要送去大道公遐赞美啊！下落开破，将神明目睭金金对蛇身的心电图。按庙内送出去，就伫这时，好平魂无水啊，死了了。鬼王去互骗第二界，气噗噗，火乱乱喷。大鸟鸡啊，四界倒火。好兄弟去互烧甲哀爸叫母。忽然间，鬼王冷静落来，哎呀，去互眼着啊！目睭去真红线蛇，射出2条金光。看到金光接近，兔汤紧张到要死，大声喊：紧哦紧哦！老爸父甲气味送到大道公遐，这个工就了去啊！听到兔汤咧喊休，红线蛇拼命甲吹落去，金光嘛走真紧，上头前的气味才到保生大帝庙的墙围，金光就要拍着啊！哎呀，要袂赴啊！下落光尾去往面。一只幼秀的手伸入去庙埕，甲气味驱走。红线蛇随转去，喙做药粉伫空中飘散。同一个时阵，伫闽乡大树爷庙的服务台，庙方人员甲麦克拍开。麦克试验，麦克试验，各位先神大德，各位朋友。伫遮有代志要报告。一个囡仔走无去啊！伊阿嬷真烦恼，拜托大家来斗找。囡仔小名叫兔汤，今年10岁，人生甲散果薄板，不知啊真各位若有看到迄个兔汤的，请甲伊带来服务台。你只给我说明一下。服务人员讲话真含慢，宝菜阿嬷挡袂掉啊，甲麦克抢过来，大声喊：哎呦，拖汤的啊，拖汤的！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算甲毋知影人是无哈？害我找甲要死，紧甲恁祖妈死转来哦！无，绝对要互你好看啦！宝菜阿嬷大声嚷甲规个闽乡街仔拢听着啊！声音传到大树爷庙西北边，迄间墙围牵铁线，改比深严的广播电台，菜伫内底2支铁塔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，抽悬啊！2支铁塔起伫咧日本时代。本地有206米悬，专工用来播送电波。苏当时是全亚洲上悬的电波塔。伫遮尔紧张的坎站，铁塔尖溜溜啊伸长，伸到长，落尾插入去云内底，
电波伫云中乱走，暗头仔的火烧云刷转青反恐，现出怪奇的色水，为生命界布上众神的旨意。打鸟鸡仔就传来嘘一声，敢若纯收音机找频道，无偌久，毋知倒位传来熟悉的歌声。一时失志毋免怨叹，一时路偏毋免胆寒。哪通失去希望？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叶启田的歌是轻松阁好听，众神袂输海体摇摇摆摆。顺风耳甲土地公的拐仔摕过手，倒去千里眼的喙口边，更加头满咧做伙唱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什么时阵啊，阁有心情唱歌？大娘妈祖无解欢喜，千里眼顺风耳竟甲拐仔献互土地公，徛直直袂输插曲。FM 1000.99，这是大鸟广播电台，欢迎收听身体勇俱乐部。我是主持人宋朝医学博士吴本，真欢喜伫空中甲各位神明相会。今仔日咱要来紹介的是一个音乐疗愈 CD。若講到現代神明業務過多，人世戲怨受罪，地書將神明壓力緊繃，精神混亂，困袂落眠到眠夢，便便瑟瑟叫，免操煩，免鬱卒啊！我吳本這帖千年秘方，會當消毒操煩，互鬱卒 out。一個 CD 號做心靈波動水晶音樂。妈祖煞哭出来，哎哟，我的父姊妹观音病到这款形，请大道公来看病，伊阁有心情吹箫音乐 CD， 迄是人世的网络啊，先袂晓啊，才会安尼舞啦。妈祖三手巾仔去甲满面的珍珠目屎捧起来。代志毋是安尼死啦，天后。大道公是一个迷乱的人，伊安尼做必有缘故。开大尊王电神公手起六开大剑，哦，空中有机关，大汤问：鬼王啥物拢毋惊，干那惊观音。你看，伊伫空中摇摆甲迄款形，是因为惊观音，才毋敢亲门大户。这是大道公的暗坎战术。鬼王若知影伊的曲刺破边，绝对会大开杀戒，咱真正就乌有去啊啦！电神公安尼哟，哇，原来如鸟，尊王你真厉害，无怪伫300当前会当甲荷兰人叠甲咪咪冒冒。大道公确实是读医学院的，头壳一流会变巧啊！大汤有影佩服。大道公小解心灵波动水晶音乐到尾，头大开，嘛吐出现机。这个 CD 的成效真好，毋过人讲气死验无伤啊，对心病就无效。什么心病？大汤喊出来，喙随互哈落的尾流踢咧。你着较细声咧，鬼王会听到啦。无毋对，我的心破病啊！葡萄岩上内底，一阵清凉的风透出来。迄款清凉，大汤毋捌感受过，有淡淡啊薄荷味，亲像山中的冷泉，敢若天顶下落来的好汉水。葡萄岩就来拍开。